后来这个疫情之下，校园的防疫除了食饭有隔板之外，若是上音乐课，学生要安怎来分吹这个乐器呢？台中的丽人国中利用着爱心线加上塑胶布，自制着个人的防护带，学生就伫防护带内底来分奏乐器，真有创意。 学生伫防护带内底分乐器，毋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嘛会当避免喷烂、乌白喷的风险。丽人国中发挥创意，互学生伫疫情境界下嘛会当放心练习。我觉得都蛮方便的，而且很开心，在疫情期间还可以练乐器，然后我觉得很幸运。甲爱心线边拐拐咧，佮加上塑胶布。 做一个防护带差不多20分钟，成本较无50块。学生分乐器兼顾防疫，互进度袂去前着。参照政府的规定，所以我们室内也是尽量减少人数的聚集。那所有的组别也是拆开在各自的区域，保持1.5的距离做练习。那管乐组是比较危险一点点，因为我们有飞沫传染的危机，所以我们制作了这个雨伞的保护罩来让学生做练习。 校方讲像弦仔、扬琴、鼓等等的乐器，拢是用手来弹或者是打击。学生只要家己理由好开就会使。用防护带会使互乐团的学生做伙练习，小创意煞有大功效。